别出声！苍天有眼，我总算等到了。你是谁？我是鬼。这几句人话倒说得不错。哼，为了这几句人话，我已经等了10几年了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这一剑下去会是什么后果？我反正已经是鬼，还在乎什么后果？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我当然要告诉你，我今天这一剑，是为了那些无辜被杀的清清白白的几百条人命。我没杀过那么多人。你没杀过，可是你那位尊贵的皇阿玛杀过。我皇阿玛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。哼，要真是那样，我也不会变成鬼了。这么说，你是要我父债子还了？不错，受死吧！慢！你杀我不难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？我一旦死于非命，必将天下大锁。到那个时候，就不知道要兴多少大狱，又要出多少像你一样的冤魂怨鬼。不杀你，大狱就会少了吗？想杀人的时候，你们从来没有仁慈过。你现在放下剑，我保证不追究。晚了。当你们高坐殿堂下令杀人的时候，可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软话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在我死之前，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，总可以吧？我成全你。没想到，鬼还有长这么漂亮的。到阎罗殿里找我吧。鬼来了！鬼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来人，拿刺客！救驾！拿刺客！快点！快！皇上，刺客在哪里？皇上，我是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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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动！别动！我是鬼。守卫！我是鬼。守卫！守卫！是鬼。守卫！守卫！回宫。宋皇上，
小伟，你醒醒啊！哎，怎么了，小伟？人都在这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，快帮他们解开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家里的真鬼出来了！真鬼！这好好的怎么了？出了刺客啊，这还了得！来人！老的小的现在都已经犯糊涂，指望不上了。这个家亏的还有我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看来我得拿个主意呀。哎，什么主意？您快说吧。当务之急，这当务之急嘛，是什么？我们院子里出了刺客，要尽快洗脱罪名啊！洗脱罪名，应该抢先一步，先把那个鬼找出来。找鬼？对啊，我们赶快去白云观请个道士来。请道士？哎，那个小祠堂不干净，咱们把那几个牌位给烧了。烧牌位？我看还是请满师爷去见见傅中堂，请他斡旋一下吧。傅中堂。老太太，什么主意？你赶紧说呀！收拾东西。什么？36计走为上。跑啊！这就是您的主意啊？废话，这是最好的主意。不跑等什么？等雷呀！哎呀，这行吗？我们一跑可就……这就是我的主意，跑！奉旨，全城戒严。是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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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，快走！关门了，关门了！驾！哎，老爷呢？哎，老爷现在呀，还在屋里的炕上坐着呢。怎么着？屋里炕头热呀？去2个人把老爷拉起来，让他赶紧换衣服。老太太，不好了，全城戒严了。什么？连城门都关上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老太太，这主意也吹了。带人犯。回大人，这个人熬不住了。怎么？招了？他死了。废物！怎么又死了一个？死的是谁？吏部左侍郎。下去吧。是。老东西，嘴还挺硬。今天先到这儿吧。怎么，手软了？既然兴大狱嘛，就免不了死人。李卫不在，我们这回可是顶在了最前面呀！哎呀，你怎么了？鄂中堂让我们争取的不就是这个前面吗？我是怕日后有什么变故，他不好交代呀。你怕什么呀？这大狱是皇上钦定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啊？我还是有些担心呐。哼，横下心吧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谁也没有回头的余地。哎呀，2位大人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全城戒严了。
什么时候的事？哎呀，刚刚搬的廷狱，9城巡防和步兵统领衙门全出动了。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眼下这场大狱呀！怎么海鲜抓的不够多呀？3位大人，鄂中堂传话，让3位大人马上过府。啊！我不是刺客，我不是刺客，惨了！我不是刺客。都说我有病，看见了吧？这回都看见了吧？老实了吧？嘿嘿。我不是刺客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是刺客，我不是刺客。你烦不烦呢你？我真的不是刺客啊！嗨，你现在就是浑身长满了嘴，也说不清了。捅这么大篓子，能不能活过今天都难说呀。我真的不是刺客，不是刺客。你们去。把李卫的宅子给我围起来！这，人手带足，房前屋后都要守严，无论男女，任何人不可进出。这。哎呀，老太太，到底怎么办？你快想个办法呀！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我想想，我再想想。再想我们也出不去了。这宅子太吓人了，出不了城，这座宅子总出得去吧？老太太说的不错，我看这座宅子就是座凶宅。就是，对，就是。我就说这宅子太怕人了，就是有鬼。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吉利啊！哎，行了，早干什么了？哎，你们把衣服都给换了，越破越好，再弄点锅底灰抹脸上，分几波出去，2个时辰以后呢，到上次我们住的那家小客栈去骑，能行吗？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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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就去找老爷，行了吧？快，展开，就展开！哎，老爷，快把这抹脸上。这什么？锅灰烟子。哎，干什么？离开这里，分几波出去。哎，谁的主意？老太太的。哼，馊主意。我馊主意，你的主意好。演的刺客又是鬼的，全都招来了。石榴，给他抹上。走。老太太，不好了，家门外被围上了。啊！完了，完了。好了，现在连只猫也甭想出来。进去看看，弄不好能捡个头功。好啊。你说刺客还在里面吗？管他呢，宁可错杀1000，不可放过一个。有旨意。皇上说，你们只需围住就行了，不可闯入，不可擅动，更不可乱杀一人。没什么了不起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们待着吧，我出去见他们。站住！有你屁事！你们不说要抓刺客吗？就算天下刺客死绝了，也轮不上你啊！待着吧，皇上要找的不是你。真有刺客？刺客在哪儿啊？刺客就在这院子里面。我看这院子里也没别人呢。开始的时候你们说这里闹鬼，我还不信。现在看，无量佛，大官人，还记得我吗？上次见面，我跟你说，多行善事必有好报，还记得吗？看来你们劫数未尽呐。
道长有何见教？外面围得紧，不好多说。你们还是跟我走吧。走。请吧。来人！奴才在。备驾。主子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李卫家。李卫家，可那边刚刚……备驾。这……等一下，传旨傅恒，让他去内阁翻翻旧档，把有关前朝几桩案子的底档找出来，特别是那个叫查良驷的。这。皇上驾到！快！皇上来了，快接驾！落轿！压轿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有动静吗？没有。敲门。这。奇怪，明明围住了，怎么一转眼就没人了？主子，这院子八成真的闹鬼。主子，您看，香还没烧尽，想必没走远。我带人去追追看。好了。你们先退下吧，朕要静一静。这。姐夫，这是哪儿啊？天哪，我们要去什么地方？
不要怕，只是要先委屈你们一下。这，请吧。去。请吧。这是一个外人找不到的地方，也很少有人进来，特别是男人。啊？这。回主子，副中堂来了。嗯。回皇上，臣奉旨翻查了内阁的底当。这里是扎良寺的。我就自报家门吧，我姓岳，我的父亲就是岳钟琪。原来是岳老将军的女儿。我17岁那年，嫁到了扎家。牌位上的人是我的亡夫扎良嗣，我是扎家的魏王人。雍正7年，先夫为顺天府的一场乡试出题，出的题目是为民所指。一些无事生非的小人举告说，为字上面加一横是雍，止字上面加一横是正。说这4个字暗含了雍正无头，皇上就为此兴了大狱。这扎家还有什么后人吗？要说男丁，应该是没有了。那女眷呢？女眷没有名录，照例是远发边戍，给披甲人为奴，恐怕很难查找了。来人，举笔墨。这。她就是我的女儿小倩。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隔代人的事，我也不想再让姑娘们为此付出性命。可山不转水转，偏偏又兴了大狱。偏偏李大人又住进了这个宅子，居然连皇上都亲自上了门。
这真是鬼使神差呀！虽然是隔代人，但毕竟是仇家。再者，小倩这孩子也性急，连说也没有说，就自己动手了。要不是这小子，我早就得手了。大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诚心的。我等了10年，你知道吗？倩儿，不要无礼，那是李大人的公子，他也是5等侍卫。你现在护驾有功，又要升官了吧？不，我只是个挂名的，称呼而已嘛。侍卫，我其实没用的。算了，凡事都有个定数。也是这位乾隆爷命不该亡啊！你真是个福将，身上一点功夫都没有，居然挡开了小倩势在必得的一剑。老夫人，我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既然已经搅到了一起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小倩姑娘这一剑落了空，也许是件好事啊。倩儿，怎么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倩儿，不，我要让他讲。一个什么为民所指，都能兴大狱，都要死这么多人。皇上真要被刺了，你知道会怎么样？我李卫的一条命不值钱，可到时候送去给披甲人为奴的，恐怕要排成大队，天下会成为一个大狱。倩儿，把剑收起来。当初还是你告诉我的，李大人不该杀的。皇上去查家祠堂了，他还敢去？出了什么事了？皇上又去祠堂了。又去了？是不是毁了那祠堂？没有，他在祠堂里留下了这个。是什么？是一首诗。秋风昨夜落芙蓉，汉枕犹从梦里惊。若许他时同乘月，西窗剪烛对青青。李大人，您看看，这真是皇上的笔记吗？没错。若许他时同乘月，西窗剪烛对青青。小倩姑娘，皇上还想见你。想抓我吧？写一首诗就想抓刺客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撕不得，撕不得。对呀，我知道这是御笔，对不对？是啊。谁还拿它当宝贝不成？什么唧唧歪歪？哎呀！启禀皇上，鄂尔泰鄂中堂求见。你去让哈七生他们来一下。那鄂中堂呢？哦，让他进来。鄂中堂，请。臣鄂尔泰恭请圣安。起来吧，
给鄂中堂看个座。这谢皇上。皇上，不知道李卫的病怎么样了？你怎么关心起李卫来了？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三法司衙门的几个堂官呢，找我发牢骚，说主审不在，他们手里的犯人一大堆，这供词供证都落成了山，他们自己又不好决断，若久拖不决，恐怕横生出无谓的枝节。哦，皇上，不知李卫的病如何了？这常言道：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啊！真要是耽误得太久了，怕与案情不利呀。”你怎么看呀？啊，臣以为那几个堂官的顾虑也有道理。李卫，是啊，李卫，怎么什么事都出在他身上呢？是啊，说的是啊，皇上，他也有一把年纪了，早已经到了病找人的时候了。叩见皇上。还有事吗？啊，皇上，臣想请个旨。如果那几个堂官再来催促，臣该如何答复啊？都是司管多年刑狱的，让他们先支应起来就是了。这，跪安吧。谢皇上。李卫的宅子你们留人了吗？回主子，我们已经把李卫的宅子封门了。谁让你们封门了？我们是看，反正里面已经没人了。胡闹！马上把门打开，还要派人留守。这，特别是那个小祠堂，每隔几个时辰都要进去看看。看什么？不必多问，细心看就是了。这。转机呀，这可真是转机呀！李卫出了什么事？他出什么事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主审的位子空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皇上有话了，恩师领到了旨意。圣上，原话是这样的：都是司管多年刑狱的，让他们先支应起来就行了。这不就是便宜行事喽？不错啊，天公护我呀！现在你们都不用缩手缩脚的了。这个狱呀，办得越大越好，一切从严从重，不要怕死人，腾出的位置越多越好。恩师放心，把这个宅子里里外外的给我守护好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哎，我说总爷，这里头连人毛都没有，守什么呀？切，没有人就不许有鬼吗？真要是鬼来了，这人也守不住啊！哎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让你守着就守着，这是旨意。是。哎，走。哎。他也许真的想见我。那天晚上怎么了？那天晚上，我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出来了。感觉出来了什么？他可能真的会见我。哎，见了又能怎么样？我们能有多少机会见皇上？
要是没有机会的话，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。上次的机会错过了，这次我不想再错过。你还想动手？从您教我第一套剑法的时候，告诉我的就是报仇。我们活下来，在这深山老林里，不人不鬼，为什么？不就是等这一天吗？可不管它是真是假，只要有半点机会，我也不想放过。金銮殿不是咱家开的，那皇上也不是咱们家的使唤小子。你想见他，他就能来见你吗？事在人为，你怎么和他去说？直接去拍太和殿的大门吗？更何况，你已经惊动了他，他身边不知道要增加多少护卫。要想动手，谈何容易呀！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。别说了，这不是异想天开的事。癞蛤蟆扣在锅盖底下，我们就算憋在里头喽。这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事情闹到这一步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唉，刺客竞价非同小可，现在我们还跟刺客搞在一起。啊，一个大月还没完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们家了。我呸！哎呀，你个乌鸦嘴！我们不至于从此也变成黑人黑户吧？刺客竞价照说是捅破天的大事，可朝廷上下既不张扬，也没有大搜捕，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吗？不是不动，是时辰未到。谁见过皇上让人把刀架到脖子上，还那么老实的连个屁都不放啊？哎，干嘛呢？你倒说话呀！我正在琢磨那首诗。长进呐，长这么大都没背过一首诗，现在琢磨起诗来了。好坏我是不懂，可是我看出来这诗里有东西。你们谁还记得？我记得“秋风昨夜落芙蓉，汉枕犹从梦里惊。若许他时同乘月，西窗剪烛对青青。”哎，你们听出什么来了？我听到一些怜香惜玉的味道。瞎掰！那小倩姑娘手里拿的可是剑，谁敢跟她怜香惜玉啊？说的也是。说的是啊，皇后够大了吧？3句话不合圣意都能兴大狱呢。这回闹出来的是要杀皇帝的刺客呢。哎呀，正是因为现在又要兴大狱，这一个大狱兴下来，不知道又有多少扎良寺啊、岳钟琪什么的。哎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皇上给仇家写了一首什么诗啊？您觉得会有转机？有。什么样的转机啊？我现在说不好，不过从这首诗来看，起码不像要杀人呢。哼哼，这事儿要是让雍正爷赶上，京城恐怕都得踏平喽。正因为他不是雍正爷，因为他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嘛。你就会在这上面动脑子。哎呀，我是不会写那个什么4、6句的。你们琢磨琢磨，看能不能给皇上凑几句。干什么？投石问路嘛。对，往下探一探，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不过这件事儿还得跟查老夫人商量商量。您真觉得能有什么转机？老夫人不觉得这首诗来得奇怪？倩儿也找过我，她说也想再见见皇上。哦。不过她想的跟你不一样。我明白，小倩姑娘啊，是还想动手。不过江湖上讲的就是快意恩仇。哎，老夫人，您也不算是江湖人物。你们不必抬举我，我也是杀过人的。您还想接着杀下去？哼，我看透了这些天王老子，没一个好东西。
只要天底下还有冤狱，只要还有那些乱夺人命的昏君，我手里的剑就能派上用场。哎，这天下不能没有皇上啊！哎，就算你杀了一个，还会再来一个。哎，再说这皇上又不归咱们挑，哎，就算让您挑了，就像种地挑种子，哎，千挑万选的，保不齐啊，还挑了个瘪壳的。哼，李大人，你这张嘴啊，能把死人说活。你就说在不在理吧。那天倩儿跟我说，她落剑之前曾经问皇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。这位皇上别的没说，只要倩儿撩开她的面纱，说是想看看她的真面目。那皇上还有没有说其他的什么？皇上对她说，没想到鬼还有这么漂亮的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你好福气呀，生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。哎，我们刚才还在说呢，出了这么大的刑刺案件，宫里既没见张扬，也没见搜捕，只留下了这么一首诗。看来，倩儿遇到了一位风流天子。这转机啊，没准还真在小倩姑娘身上。可是倩儿约了他，说在阎罗殿里见面。孔老夫子说的对，未知生焉知死，连活着是怎么回事还没弄明白呢，干嘛想死啊？是啊。他们还都年轻，想试试，就让他们试试吧。哎，时辰差不多了，该转转了。哎呀，连个人毛都没有，转什么转呢？转！你别废话，这是旨意。走，走。哎呀，哎，这瞎转什么呢？这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啊！看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刚才还没有呢。这是什么？像是一首诗。我的妈呀！这真闹鬼了！闹鬼！走，真闹鬼！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哎